繼續來看，民眾黨團在立法院提出着安樂死的公投，要拼入今仔日的議會直接交付着議題。但是國民黨團是不是會支持？這真重要。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奇講尊重，也毋過處理的時間大約是後個月下旬。這段期間會當做相關的討論。我們呼籲大家為自己投下這關鍵的一票。民眾黨主席吳國昌來到黨團記者會，背席立委擺一排，宣布提出第3項公投案，主張將安樂死法制化。因為之前創黨主席高文鐵嘛捌呼籲衛福部按0議題是實際存在問題，唔通當作無看。不過早到在去年8月先提出安樂死法草案的民進黨立委陳冠廷這期，把4名當作政治動員。民進黨的立委陳冠廷，他所提出來的謬論，請他回去複習一下過去民進黨公投民主的歷史。這個東西是要經過國會一條一條完整去審議的。光是我們在立法院辦理的這些公聽會、座談會，就已經有聽到各個不同的聲音。這個東西怎麼可以簡化成一張選票？這不是是非題耶。畢竟來看社群平台，在今年4月底，陳冠廷拋出主持安樂死法草案公聽會和相關座談，佢邀請跨黨派立委出席。陳冠廷為民眾黨另外提起公投，應該要有具體的條文，唔是要變做公投白大選的工具。何況要相關支持，嘛愛有人收聽。這次的公投案，因為是反映全民的直接民意，大家非常的踴躍，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的公投的題目，基本上我們都予以尊重因為畢竟還有時間可以討論三讀會的時間是大概在8月份。公告討論時間，不過回頭看國民黨團提出平行公投，在府裡頭是民眾黨8席立委集體起頭，如今民眾黨提出安樂死公投案，敢是在看合作空間的。針對邊行公投的事情，我想要說的是，很多法律人在這件事情上面，當然會有他的看法。黨內大家有不同的想法，相互的討論，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狀況。為着相關在野支持，咁咪合作贏戰公投，但被跟他有這意見。